我係 Sunny Chan 陳詠燊，我係一位編劇以及專欄作家。令我讀上癮嘅書係呢一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其實內容咧係嚟自佢一個叫做正義嘅哲學課程，用咗好多嘅個案、好多嘅例子，用哲學嘅角度去睇乜嘢為之正義，乜嘢為之啱同錯。其中有一個就係佢話，如果你係一個火車嘅司機，而呢架火車一路向前行嘅時候失去控制，你知道向住前面行嘅話咧，就會撞死前面工作緊嘅5個工作人員。而另一個機會就係你可以轉彎，但係轉彎嘅話咧，你就會撞到另一邊1個工作人員。你會點揀呢？好多人都會揀，梗係轉彎啦，寧願犧牲一個夠多數啊嘛。咁但係呢樣嘢係咪真係引證咗大家都認為多數人嘅利益係重要過少數人嘅利益嘅呢？咁如果你係咁諗嘅話，咁點解電視劇《天與地》入邊，大家為咗救自己而食咗一個朋友，你哋會覺得好唔公義、好冇道德呢？我想推介呢一本書俾香港嘅年青人，因為喺未來資訊越嚟越發達，我哋越嚟越需要一啲思考同埋分析嘅能力。呢本書其實可以訓練到你對思考嘅判斷啦，即係至少會令你睇完呢本書之後，你就佢嘅案例或者引申落你自己嘅生活入邊去諗多啲，你堅持緊嘅嘢係咪一定係啱呢？反對緊你嘅人係咪一定係錯呢？